7月25日，根據港媒嘅報道，女星陳家寶宣布懷上咗第3胎，真係要講一句恭喜晒！現年30歲嘅陳家寶係參加 TVB 綜藝節目《美女廚房》出道嘅，甜美可愛嘅形象令到佢喺娛樂圈迅速咁樣打開個知名度。之後佢先後拍攝咗《女人俱樂部》、《薑》等劇集，出色嘅表現大獲好評。不過陳家寶就冇繼續留喺 TVB， 年初佢簽約咗古天樂嘅娛樂公司 Cool Style， 成為旗下力捧藝人。好多人都以為佢準備喺娛樂圈發力噶啦，但係冇諗到佢突然間喺社交賬號上邊分享咗一張黑白人照，公布第3胎懷孕嘅好消息。佢寫到目前已經懷孕5個月啦，對於第3次做媽咪，佢覺得既熟悉又陌生，依然係驚喜，因為小朋友係上天賜予嘅禮物。佢仲透露佢同老公都成長喺大家庭，今次懷孕係計劃之內，只係冇諗到咁快，真係好感恩，感謝大家嘅祝福。關於個胎嘅性別，陳家寶就保持神秘，暫時唔公布。佢表示今次懷孕比上2次都攰好多，好彩老公喺身邊照顧佢，分擔咗好多工作。據悉，陳家寶嘅老公黃宗祺係一名富二代，比佢大8歲，而且係佢嘅初戀。兩個人一路走過嚟，冇幾咁轟轟烈烈，但係感情非常穩定。交往冇幾耐之後就認定咗大家啦。而家距離生2胎唔到1年，陳家寶又有咗。啲小朋友年紀相差咁少，佢坦言擔心兩個女會出現爭寵嘅心理，會經常提醒自己唔好偏心。即將3年抱3嘅佢，直言生完呢1胎就會封肚噶啦。擁有3個小朋友嘅家庭已經好大，希望對小朋友公平一啲，而且兩公婆仲有自己嘅夢想同埋事業。